台中港的外海，昨暝11点左右，有一只巴拿马游轮靠搭，出动时船顶拢总15个人，有3个船员惊船摒弃，就紧跳海。其中2个是已经救起来啊，不过有另外1个还唔知影伫倒，搁咧搜救。规只船车45度，暗时拢看无清楚四周围的环境，船员用手机翕下这个景象，伫船顶等待救援。 不过这时阵，听讲有3个人因为烦恼讲船摒弃，家己跳海想要逃生，其中2人互救起来。不过要一落海，中国籍船员正也伫找。船员内底有13个人，经送往台中的5车当综合病院来急救。船员受到当时意外发生时阵讲风影愈来愈大，造成船靠搭，想起来也是感觉会惊。 Kapal terdampar karena engine tidak normal dan angin ombak kuat sehingga kapal terdampar. Oke. 这只巴拿马籍游轮昨暗时11点左右结束下游的任务，其实因为海象无好，伫台中港半环外口大约500公尺所在，船靠搭去。当时船顶包含这船长总共15人，有3个人跳海逃生。空军直升机出动，将2个人救起来。不过要一个落海中国籍船员，即阵也伫咧找。今仔台中港务分公司伫这个事故发生了后，也赶紧来调集相关单位，成立应变小组。 针对这一艘船，可能有一些重油哈，它本身的油哦，因为它已经没有载货了，先用路上哈来进行把这些油先把它抽取出来，那就不会担心它以后船即使有什么裂开啦或等等，就不会有油污的状况。 船顶即阵救起来总共14个人。台中港务分公司讲，这只游轮虽然即阵是空船，不过海象真歹，加上瓦群肉涨价，船只伫咧监控船体状况，暂时是无油流出来情形，也会甲船公司来参详后续处理的代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